環境好優美同埋好舒服，我喺呢度讀書好開心。我由小學3年班一直讀到方科，呢個就係最出名嘅聖母山。我哋小學男中同埋女中就喺嗰邊啦。另外仲有一個好靚嘅教堂同埋圖書館都喺上高嘅。我細嗰時係長頭髮嘅，咁成日紮條馬尾啦，咁所以我啲男同學咧就中意喺後面掹我條馬尾啦，整個鬼殺咁嘈咯。結果要見家長啦，因為嫌我太嘈喎。講個秘密俾你聽啦，其實咧我細嗰時咧喺堂上好中意傾偈，同埋都幾曳。小學嗰陣咧，我讀書都唔錯嘅。咁我記得咧，我老師成日都話我似住3分假聰明就唔用功啦。咁有一次 Miss 就話佢如果你能夠考到3名以內嘅話咧，送隻狗仔俾我。咁結果我就好勤力啦，讀啊讀啊讀。但嗰次我好失敗，因為我考咗第4。咁但係嗰晚咧，有人敲我門，咁我打開門，原來真係我老師喎，佢仲送咗隻狗仔俾我添。但係呢隻唔係玩具狗，係隻真狗嚟嘅。咁當時咧，哇！我真係開心到癲起啊！記得方科嗰年咧，我就同媽咪同埋舅父就移民咗去咗英國啦。咁一住咧就住咗8年咯喎。咁第1年當然係我印象最深刻嘅一年啦。咁嗰一年咧我就考入咗 Ilford County High School 咧去讀我個 O Level 啦。咁記得咧我第1日翻學嗰時候咧，個 Miss 同我講，佢話咧呢一間學校咧你係第1個中國人嚟嘅，不如咁啊，你試下讀低一班啦，因為你知啦，唔知你哋中國人嗰啲英文程度係點噶嘛。咁當時我好激氣啦，我話唔制啊！如果要我諗翻，我選唔到㗎咋。咁結果咧，我就拗贏咗，就收咗我咯喎。咁我算爭氣。咁當時咧，我讀得好開心啦，嗰年成績咧亦都好滿意。咁讀完呢個 O Level 咧，我就考入咗劍橋嘅 Foundation Course， 一共讀咗2年嘅。咁讀完 Foundation Course 咧，我就要去倫敦啦，因為咧只有倫敦嘅 Central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咧先有我呢個 textile 去讀嘅。咁啊，一共讀咗4年呢個 textile design 啊。1982年6月，翁美玲加入無線電視，參加婦女新知主持工作。82年年底，佢向戲劇方面發展，第1部演出嘅劇集就係《13妹》。喺13妹拍攝期間，金庸名著《射雕英雄傳》籌備開拍，劇中嘅女角黃蓉公開徵求適當嘅人選。經過一連串嘅嚴格試鏡，呢個俏黃蓉角色終於由翁美玲擔任演出。